Hello，歡迎返到嚟 Anton 的極簡生活，我係 Anton。今日呢一集呢，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好書啦，係講有關消費主義同埋點樣去培養整理習慣嘅。咁啱咧，我近排咧就睇咗本書喎，叫做《製造消費者》。呢本書入面咧就講述咗由1600年去到1960年代資本主義嘅大繁榮啊。咁呢段期間當中嘅經濟發展咧，對社會啦、文化、大眾嘅心理影響咧都有好多嘅，令我反思咗咧有關消費主義社會嘅問題啊。咁喺影片正式開始之前咧，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 嗰條片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我下次有新片嘅時候，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啦。另外我都開通咗 Instagram 嘅，希望大家順手 follow 埋啦。其實咧，我自己以前咧都試過俾消費主義洗咗腦，亂咁去買嘢。雖然嗰陣時咧揾錢都好多，但係使錢咧就更加多啊！日日食好嘢啦，去美容院又會試唔同嘅 treatment，講兩講就買咗。咁後嚟咧疫情最嚴峻嘅時候咧，出街食嘢同埋去做 facial 咧都有好多嘅限制啦，甚至乎係有段時間係冇得去添啊！咁多咗時間喺屋企咧，就令到我多咗時間可以留意下身邊嘅環境，咁就發現咧原來我已經俾好多嘅物品包圍住啊！咁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咧抌咗好多嘅嘢啦，同埋開始咧要自己習慣用完咗啲嘢或者用爛咗啲嘢咧，先至可以再買一個新嘅。咁又或者係咧至少要抌咗舊嘅咧，先至可以再買新。瘋狂咁樣買嘢咧，同埋盡量減物咧，呢兩個極端我都試過啦。咁令到我對於消費主義點樣去洗人腦，令我哋相信買咗啲乜咧就會更加開心。呢一類嘅議題咧，有一個更加深刻嘅思考啊！咁其實睇完呢本《製造消費者》之後咧，我對於消費主義嘅社會同埋商業嘅社會咧，都有一個更加清晰嘅認知。咁作者 Anthony 咧喺呢本書入面就帶領咗我哋回顧咗19世紀同埋20世紀歐洲同埋北美嘅消費主義歷史，咁佢幫我哋咧去了解翻而家一個消費主義嘅符號啦、品牌商品價值同埋百貨商場啊、公關同埋廣告等等。咁佢就話咧，我哋今日所接受嘅消費文化咧，就係一個商品化嘅產物。呢一種嘅消費文化咧，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幾乎係無處不在啊。咁我哋咧就好似魚咁，消費心理咧就好似水咁樣樣，我哋喺入面游啊游，都會覺得好平常，幾乎感覺唔到佢嘅存在啊。咁而家咧科技嘅發展係非常之蓬勃啦，咁加上物流業都非常之發達，咁我相信咧你哋都感受到，無論喺線上定係線下咧，其實周圍咧都可以見到好多嘅商業活動咧，係打破咗時間同埋空間嘅限制啊！咁就好似一開頭所講嘅淘寶咁樣啦，你24小時咧其實都可以享受到佢個雙十一優惠去掃貨，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喺商場啊或者喺一啲百貨公司唔同嘅鋪頭嗰度不停咁樣去排隊，先至可以買到特價嘅貨品。喺呢種新形態一個新式嘅經濟模式底下咧，我哋生產物品咧就唔再係為咗自己嘅消費或者係消耗啦，咁而係咧為咗線上同線下一個銷售啊。咁作者其實都有講啦，金錢咧係驅使啲人將佢哋生產出嚟嘅嘢包裝成為商品，銷售到去世界各地。咁市場咧就係咁樣建立咗出嚟啦。一般普羅大眾心理咧，其實都發生咗一個轉變，大家咧都唔再停留喺自給自足呢個層次方面啦，而係希望咧可以先靠勞力返工賺錢，然後再將啲錢咧用嚟消費啊。每個人既係生產者，亦都係消費者。呢一種經濟模式咧，令到人同埋市場咧係緊密咁樣相連啦。而呢個組織出嚟嘅消費網絡咧，就撐起咗大家嘅生計啦，亦都將生產同埋消費咧徹底咁樣分離咗啊！咁我哋近代嘅人咧，其實一出世咧就生活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入邊啦，就習慣咗咧賺錢去滿足返自己一般日常嘅需要。咁亦都習慣咗咧有廣告去催谷我哋啲消費慾啊！咁當然啦，廣告咧都只係影響銷售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咁仲有其他因素嘅，譬如佢哋嘅包裝啦、促銷嘅技巧同埋定價等等。咁喺呢一個消費意欲咁旺盛嘅世界入邊，我哋又可以做啲乜嘢去令到自己避免跌入咗呢個消費嘅黑洞入邊咧？咁我咧就準備咗幾個方法同你哋分享嘅，咁你又睇下覺得啱唔啱用啦。第一個就係培養一個批判性嘅思維。咁有時候咧，廣告係會誇大咗佢哋產品嘅效果啦。譬如一啲護膚品咁樣啦，佢可能咧就會宣稱佢哋7日內咧就可以幫你美白皮膚或者改善到膚質。咁甚至乎咧，可能話自己有一啲醫學嘅實證嘅。咁你第一眼咧睇到，可能都會好想買啦。咁但係咧，我都建議你停一停，諗一諗先。
咁呢件事其實有冇可能呢？如果咁容易有效果嘅話，就唔需要有美容院嘅存在啦。或者咁諗啦，如果佢咁短時間都有效果嘅話，其實你都應該驚咗先啊。究竟佢有啲咩嘅不明成分先至可以咁快見效咧？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好人講乜，我哋就信乜。我哋都可以上網啊，或者喺其他唔同嘅渠道，譬如睇下書啦，去收集一啲相關嘅知識，先至去分析呢件事究竟可唔可行。咁譬如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專業嘅人士都會喺網上面去分享知識啦。咁睇多啲咧，都可以幫我哋去辨別到廣告嘅真偽㗎，甚至乎咧都可以問多啲真實用家嘅意見啦。譬如可能問下身邊啲親戚朋友有冇用過啊，或者睇下一啲網上面一啲比較中肯平台咧可以睇到嘅 review。咁同埋咧，其實有時候行街嘅時候咧，你都可以留意下啲 sales 佢哋講嘢啦。其實佢哋係咪販賣緊焦慮俾你咧？例如買保健產品嘅時候咧，可能佢就會同你講：你呢個年紀都真係開始要補下啦。如果再唔早啲開始咧，就會比起你同齡嘅人睇落去老噶啦。除咗製造焦慮之外咧，佢哋亦都會將啲產品細分到唔同嘅系列，譬如係飯碗啊、湯碗啊、一啲甜品碗等等。咁其實我哋買嘢嘅時候咧，都要好好咁思考一下，其實你嘅需求咧係咪一啲最基本嘅款式或者最基本嘅產品就已經可以滿足到啊？其實一隻普通嘅碗你都可以用嚟食飯同埋飲湯啦，或者食甜品，譬如好似雪糕嗰啲咧，其實都可以用得到噶啦。咁擁有一個批判性嘅思維方式咧，你就可以咧從多角度咁樣出發啦，去思考個問題，對唔同嘅信息都保持警惕，做出一個更加客觀理性嘅決策啊。第二，提升自我認同感。與其將自己嘅價值同其他人嘅標準去掛鈎，用消費去滿足其他人對你嘅期望，咁倒不如咧就將多啲嘅注意力擺翻喺自己嘅內在需求嗰度。咁你可以咧先去了解一下你自己最重視啲乜嘢，咁諗清楚到底係屋企人啦、朋友啊、事業啊、健康定係錢咧，咁跟住咧就可以將呢啲價值觀融入翻喺你嘅生活入面。你嘅滿足感同埋成就感咧，唔一定係嚟自你揾到幾多錢，買到啲咩名牌嘅產品。咁其實咧，你滿足感都可以嚟自咧，你花咗時間去寫作啊，或者去拍影片同人分享你嘅生活啊、想法啊，或者係創作音樂等等嘅。再唔係咧，其實你都可以設定一啲有挑戰性嘅目標俾自己，例如學識一種新嘅語言啊、健身去創造一個你理想嘅身形等等，建立翻一個反映到你自己興趣同埋價值嘅生活方式，而唔係單單因為做呢啲事咧，可以幫你獲得其他人嘅認同先去做㗎。堅持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會發現自我嘅價值咧就唔一定要透過購物去提升嘅，而且完成到某啲目標嘅時候，嗰個滿足感咧係可以持續得更耐㗎。同埋咧，定期咁樣去做自我嘅反省啦，了解翻自己嘅優點同埋一啲不足嘅地方咧，都可以幫你建立一個更加全面嘅自我認識啊。第三就係撇除品牌光環之後再思考，好多時咧品牌嘅吸引力咧，其實都係嚟自於我哋對品牌嘅想像力嘅。咁我哋咧就應該思考一下，到底呢件物品嘅價格咧係咪真係符合佢嘅價值咧？咁喺你買嘢嘅時候咧，你其實可以抹走嗰啲品牌嘅光環，去思考一下嗰件物品到底值唔值得去買。咁例如啦，有啲品牌嘅 T-shirt 咧，其實只係印咗佢個牌子喺件 T-shirt 上邊嘅啫，咁但係咧就賣到500至到1000蚊喎。如果你唔睇佢 logo 嘅話咧，其實可能佢只係一件好普通質地嘅 T-shirt 啦。根本咧就同市面上賣緊100幾十嘅 T-shirt 咧係冇分別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做對比嘅時候咧就要留意翻佢哋嘅質量同埋我哋自己嘅需求啦。咁話唔定咧睇下就可以揾到一啲性價比更加高嘅產品啊。咁但係當然啦，最重要嘅咧都係了解翻你自己嘅時間成本。咁只要見到適合又順眼嘅產品，而又屬於你自己可以負擔到嘅範圍內咧，其實你都可以買噶啦。咁就唔需要特登咧為咗揾到一啲最平嘅產品咧而去浪費你嘅時間不停去格價啊。咁第四就係提升翻你嘅財商知識啦。當你意識到咧自己有好多消費慾咧，其實都係被製造出嚟之後咧，你就可以檢視翻自己係咪有好多不必要嘅開支啦。咁如果係有嘅話咧，你就可以重新做翻好你自己個人嘅預算啦，分配翻你自己生活必須嘅開支。咁除咗管理好平時日常嘅使費之外咧，你亦都應該制定翻一個長期啲嘅退休計劃啊。咁樣咧就可以幫你一步一步咁樣去累積足夠嘅財富，去應對翻退休之後嘅生活，又或者係提早過一啲自己理想嘅人生啊。咁透過投資同埋複利嘅效應咧，其實你都可以一步步咁樣達到呢個目標嘅。咁當然啦，最重要嘅都係咧，無論你做咩投資都好，你都需要咧學習翻相關嘅知識，先至可以降低你損失嘅風險，同埋達到你資產增值嘅效果啊。
咁我都總結一下啦，喺以前嘅社會入邊咧，我哋其實都需要一啲牛啊馬啊去幫我哋勞動啦，同埋耕種，去獲得足夠食物同埋自給自足，生活咧就好淳樸嘅。咁但係嚟到今時今日咧，我哋自己咧就變咗現代版嘅牛同埋馬啦。咁而我哋嘅主人咧，正正就係無形嘅消費主義啊！我哋咧可以為咗買樓成家立室咁樣拼命去工作啦，為咗可以着靚衫咧而不停咁樣付出。每一滴嘅汗水，每一晚嘅加班咧，其實都唔單止係為咗滿足無窮無盡嘅消費慾望㗎，更加咧就係為咗獲得人哋嘅認同。咁樣嘅生活咧，其實令人好攰啦，咁亦都會令到唔少人咧對未來感到好迷茫。咁其實咧喺呢個消費嘅時代咧，我哋都係有得揀嘅。我哋咧係可以選擇根據返自己嘅需求同埋能力咧去消費，令到我哋辛辛苦苦咁樣去工作咧，唔單止係為咗物慾上嘅追求，亦都係可以滿足我哋當下嘅幸福感。咁同時咧，我哋都可以降低對物質嘅慾望啦，計算到你嚟緊可以選擇自由生活方式嘅金額，然之後咧就可以努力咁去達成啦。你就可以將原本用嚟工作做牛做馬嘅時間，用嚟實現返你真正想做嘅事啦。咁唔知你又認唔認同呢？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咁今日咧就想同你哋講下點樣利用一本超級 hit 嘅書《原子習慣》（Atomic Habits） 入面講嘅方法咧，去為自己打造一個舒適簡約嘅屋企啊。咁可能咧大家都有聽過呢本書啦，但未必有睇過。咁我都簡單講一講佢主要係講啲咩啦。作者 James Clear 咧，其實佢深信一件事嘅，就係咧改變咧唔係由突如其來某一日嘅大爆發而做出嚟嘅，而係由一啲咧細到幾乎唔覺意嘅日常習慣開始，慢慢去累積，最終咧就會有一個驚人嘅轉變啊！例如咧，你每日都比前一日進步多咗1% 啦，或者咧你每日都掉一件物品，咁時間長咗咧，呢啲小改變咧都會變成大不同。其實無論你係想斷捨離、整理屋企，定係改善任何嘅生活習慣咧，呢一個理論咧都非常適合。咁 James Clear 咧其實就提出咗4個超級有用嘅法則啦，咁幫我哋咧去養成一個好習慣，同埋戒除一啲壞習慣。今日咧我就會同你哋分享下呢4個法則啦，我會教你哋點樣用佢哋嚟做好斷捨離。咁記住啦，我哋其實就唔使話一次過就要做晒所有嘢嘅，我哋係慢慢嚟咧，咁更加容易堅持啊！呢4大法則咧就係第一個，讓習慣顯而易見 ，make it obvious。喺我哋嘅環境當中咧，製造一啲好清晰嘅提示啦，提醒自己去做。咁第二個咧就係讓習慣變得有吸引力 ，make it attractive， 令到習慣過程變得有趣咧，同埋有動力。咁第三咧就係讓習慣變得容易做到 ，make it easy。咁將個習慣咧拆解得比較容易做啦，減低個阻力。同埋第4個，讓習慣令人滿足 ，make it satisfying。咁用正面嘅回饋咧去強化你嘅習慣，有一個正面嘅循環，增加你持續嘅動力。咁我哋而家咧就逐一睇下點樣將佢哋咧應用喺斷捨離同埋極簡生活上邊，幫你咧養成一個好習慣。咁第一個法則頭先講過啦，就係讓習慣顯而易見 ，make it obvious。咁呢個法則嘅重點咧，其實就要喺你嘅生活環境當中咧，製造一啲好明顯嘅提示，咁令到你咧一望咧，你就會知道你自己要做某件事啦。咁唔需要死記硬背嘅，除咗咧可以擺個捐贈箱或者丟棄箱喺門口、客廳呢啲每日必經嘅顯眼位置之外咧，你都可以試下喺你嘅衣櫃門嗰度貼啲提示嘅，例如問下自己：我今年係咪冇着過某件衫啊？又或者呢一件係咪真係仲想留咧？咁甚至乎咧係直接畫出一個斷捨離區，咁就專門擺嗰啲想重新檢視或者準備抌嘅衫。咁令到你咧每次打開個衣櫃嘅時候咧，都有種被提醒嘅感覺。又或者係換季嘅時候咧，將啲衫換去一啲比較容易啲睇到嘅位置。咁你旁邊咧就可以擺張字條仔，提住自己今季用唔用得到佢哋咧。咁幫你咧就可以做個判斷，睇下佢哋係咪需要繼續留低，避免咗一啲無謂嘅囤積啊。而喺書枱啦，或者你工作嘅區域入邊咧，將一啲待整理嘅文件或者係書本咧擺喺當眼嘅位置，甚至乎用一個特別嘅盒啊，或者係一個籃咧去標示住呢一個待整理嘅區域。咁每日做嘢嘅時候，一望就望到佢哋，就會提醒咗你係要處理佢哋啦。咁另外咧，你都可以咧將整理相關嘅提示咧設置成一啲手機桌面嘅小提示啦，或者係直接咧 set 做 wallpaper 嘅。咁例如係咧寫低今日我要整理5分鐘，或者今日我要整理廚房呢一啲嘅字句，
令到你每次打開手機嘅時候都會見得到，咁成為咗每日嘅習慣提示啊。至於廚房方面咧，你就可以喺雪櫃啦，或者係櫥櫃面嗰度咧貼一張提醒自己處理過期食物嘅提示喺度，咁提醒自己咧要定期檢查嗰啲食物，睇下佢哋有冇過期。咁日常用品方面咧，你都可以咧將一啲常用嘅清潔用具或者係收納箱咧就放喺最明顯嘅位置，例如咧係廚房入面咧擺一個垃圾分類桶啦，方便你隨手分類啲垃圾，減少你整理嘅阻力啊！唔使到諗住拎去回收嘅時候先至一次過喺度分類，避免咗呢啲咁吃力嘅情況。咁最後咧，你都可以喺大門嗰度咧放置一個大嘅白板啦，或者你嘅日曆，咁將你每日要完成嘅小目標咧都寫喺上邊。咁你哋一家人咧都可以一眼就望得到，互相提醒，一齊去保持整潔。咁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就係咧將你想養成嘅習慣咧，用一個非常之顯眼嘅提示咧，顯示喺你嘅生活環境當中，咁令到你咧唔使靠記憶，咁嗰啲嘅習慣提示咧都會喺環境當中提醒你，令到你咧可以將啲習慣咧慢慢變成生活中自然而然嘅一部分啦。咁第二個法則咧就係讓習慣變得有吸引力啦 ，make it attractive。咁要令到整理嘅習慣可以持之以恆而有效咧，最重要都係令到成個過程變得更加有趣同埋吸引啦。咁你可以咧喺整理嘅時候播住我啲片啦，咁你亦都可以咧聽住一啲你自己最中意嘅音樂。最好咧就係一啲節奏感比較強嘅歌啦，咁你嘅心情咧就會可以放鬆啲啦，咁整理起上嚟嘅動力咧都會大大提升啊！咁同埋咧用喇叭播或者係用無線嘅耳機啦，咁樣咧你就唔會驚騷擾到人啦，亦都唔需要驚啲線咧阻住你去整理啊！另外咧你仲可以點一啲香薰蠟燭啊，或者用啲精油嘅擴香器啦，令到屋企咧聞落去清新啲、舒服啲，咁個空氣嘅質感提升之餘咧，其實都可以幫助到你放鬆你嘅心情啊！咁香味咧，其實對情緒係有好大嘅幫助啦，可以令到你咧覺得整理咧唔係一件咁辛苦嘅事，而係一個放空自己、放鬆嘅過程。咁如果咧你唔係一個人住嘅話咧，你都可以咧夾埋屋企人嘅時間一齊去做個整理，令到咧成個過程變成一個更加有意義嘅家庭活動啊！可以增加翻你哋嘅動力啦，同埋樂趣。你亦都可以咧當呢個整理咧係一場小遊戲，將佢哋咧變成一個個嘅小挑戰。譬如係咧可以訂立一啲目標啦，15分鐘要清理10件嘅物品啦，或者咧喺5分鐘入面咧就要整理好一個櫃桶。咁完成之後咧就俾個小獎勵俾自己，令到整理呢件事咧變得更加有成就感啊！如果咧你係一個視覺型嘅人，你可以將你理想嘅生活空間嘅相片咧印出嚟，貼喺屋企嗰度啦，或者係咧喺你收納區附近，咁就時刻提醒你咧點樣去做到呢一個目標。咁或者咧，如果你環保啲，你唔想印出嚟嘅話咧，你都可以喺整理嘅時候咧，自己喺腦入面咧都幻想下整理完之後間屋有幾整齊，一啲好美好嘅生活畫面。咁呢一啲嘅正面想像咧，都可以令到你更加想做落去啊！咁第三個法則咧，就係讓習慣容易做到 ，make it easy 啦。咁為咗令整理咧變得更加容易做到，我建議你咧就將一啲大嘅目標拆翻晒佢，將整理咧分成好多細小嘅步驟啊！咁例如咧，你可以每日咧只係整理5分鐘，咁又或者咧，你每日掉一件你唔用嘅嘢。咁細嘅目標咧，幾乎唔需要特別努力咧，你都可以做得到噶啦。咁事前準備好一啲分類嘅箱啦，或者袋咧，都係一個好方法嚟嘅。咁你可以咧分成捐贈啊、回收啊同埋丟棄嘅箱啦。咁隨手咧，你就可以放到啲嘢落去，成件事就方便好多啦，亦都唔會搞到要抌嘢嘅時候好瀨氣，搞到亂晒啊！咁你咧亦都可以咧用手機嘅計時器 set 好一個5分鐘、10分鐘嘅計時，咁你就可以將呢段時間咧用嚟專注喺整理上邊。時間到咧就停啦，咁樣咧你就可以避免整理得太耐，你會好攰啦，保持翻一個好嘅心情。同埋咁樣做咧，個心理壓力都會細啲啊，因為每日你只係需要整理10零分鐘啫嘛。另外咧，養成一個固定時間去整理嘅習慣咧，都非常之重要㗎。你可以試下咧，將整理安排喺每日嘅固定時間，譬如係可能早餐前啊，或者係晚飯後。咁慢慢咧就養成一個條件反射，唔需要再刻意提醒咧，你啲肌肉咧都會自動有呢個記憶去做㗎啦。
咁同埋咧，簡化整理嘅流程咧，都同樣咁重要嘅。譬如咧，你可以將一啲常用嘅物品咧，擺喺一啲比較容易接觸得到嘅位置啦，避免你整理嘅時候咧，仲要將啲嘢搬嚟搬去咁麻煩。咁你成個過程咧都可以輕鬆一啲啊。同埋咧，你都要盡量減少選擇困難。舉個例嚟講啦，衣櫃淨係留返一啲你比較常着嘅款式喺度。唔好留太多唔常着嘅衫，咁令到你咧唔會因為有太多嘅選擇而拖延去整理啊。如果咧你覺得一次過整理全個屋企太大壓力嘅話咧，你都可以將屋企咧分成幾個唔同嘅區域咁樣去進行整理嘅，譬如係廚房、客廳、廁所、睡房、書房等等。咁每次咧就淨係整理一個區域，咁樣嘅完成感咧都會更加強㗎，持續嘅動力咧都會更加充足。你亦都咧可以將整理變成一個日常生活嘅小習慣，譬如係咧食完飯就即刻去處理咗啲碗碟，又或者每日瞓之前咧就整理一下個台面，慢慢咧就由一啲微細嘅習慣累積成一個大改變啦。咁第四個法則咧就係讓習慣令人滿足 ，make it satisfying。咁完成整理之後咧，俾自己一啲正面嘅反應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咁樣咧就可以令到大腦覺得整理係一件開心嘅事啦，增加翻你持續做落去嘅動力。我自己咧就習慣每次整理完一個區域咧，都會即刻影翻張 before and after 嘅對比照，咁樣咧去視覺化自己嘅成果，其實都幾有滿足感㗎。咁你可以咧將你整理嘅成果咧都擺喺一個專門嘅相簿嗰度，得閒冇嘢做咧望翻佢，其實都幾開心㗎，同埋咧都令你更加有動力去做下一次嘅整理。咁另外咧，同人哋開心 share 都係另一個好有效嘅方法。你可以喺啲社交媒體啊，或者一啲相關嘅群組嗰度咧，去分享翻你整理嘅成果。咁大家嘅讚賞同埋鼓勵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動力嚟㗎。寫日記咧，亦都係一個好幫手。你可以記錄翻你斷捨離之後嘅心情變化啦，幫自己咧去建立翻一個整理同埋正面情緒嘅連結，咁令到你咧每次整理完之後都覺得身心舒暢啊。咁完成整理之後咧，其實你都可以俾自己一啲實質性嘅小獎勵嘅，譬如係飲一杯珍珠奶茶啦，又或者咧係食一件自己中意嘅甜品。總之咧就係做一啲自己中意嘅活動去放鬆一下，咁慶祝呢啲小進步其實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使咧只係整理咗一個櫃桶或者抌咗幾件唔常用嘅嘢都好啦，都係值得慶祝㗎。呢啲嘅正面加強咧就會令你更加容易堅持落去。你仲可以咧設定一個長期嘅目標，譬如係3個月之後就打造一個完全整齊嘅衣櫃，俾自己一個清晰嘅方向，同埋咧就要定期咁樣檢視你嘅進度，保持翻動力。最後咧亦都可以試下用一啲視覺化嘅工具，例如每次整理之後咧都黐張貼紙仔喺個月曆嗰度，咁你自己咧一睇咧就知道邊日係有做整理，同埋咧都可以令你咧因為唔想留空啲格仔而努力每日都做一啲小整理啊。呢一啲小儀式咧，都可以令你覺得成個過程更加有趣啦，同埋充滿成就感。咁講完呢4大法則，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啲我自己嘅經歷。其實斷捨離唔係一件一定要一口氣完成嘅事，唔使心急㗎，唔需要一次過咧就清晒屋企嘅所有嘢。相反咧，我覺得每日做多少少，積少成多，咁樣先至係最有效同最實際嘅方法。我自己以前咧一開始嘅時候都係想做一個大清理啦，咁結果咧一嚟咧就覺得好攰啦，差啲想放棄。咁後尾咧我就開始用原子習慣嘅方法啦，咁將個目標咧拆得好細，養成咗每日整理5分鐘或者10分鐘嘅習慣。咁時間咧雖然短，但係因為我日日堅持，慢慢咁樣咧，屋企咧都變得開始有秩序啦，同埋整齊好多。咁同時間咧，我都發現咗我哋係唔可以俾完美主義呢一個思維咧，去限制住我哋自己嘅，唔需要下下都諗住將屋企變成零雜物。只要你咧開始咗整理咧，就已經係最大嘅勝利啦。物品有減量，屋企冇咁亂咧，已經係好好噶啦。咁同埋咧，最重要就係心態啦，要將整理咧變成一件好輕鬆愉快嘅事，而唔係一件好大壓力嘅負擔。咁樣咧，先至可以長時間咁樣堅持。咁我希望咧呢一啲分享都可以幫到大家，令到你哋可以用一個輕鬆嘅方式去逐步打造屬於自己嘅簡約生活啊！咁講咗咁耐啦，我都同你哋總結一下。今日咧，我哋就傾咗點樣用原子習慣入面嘅4大法則，輕鬆咁樣去養成極簡生活同埋斷捨離嘅習慣。希望咧你睇完之後都記得以下4點。咁
第一點咧就係讓習慣顯而易見，利用環境當中嘅提示咧，令你記得要整理。第二點咧就係讓習慣有吸引力，利用音樂、香薰同埋屋企人嘅陪伴咧，令自己整理嘅時候更加開心。第三點咧就係讓習慣容易做到，拆解你嘅目標，設定啲定時器，日日只需要5分鐘，成件事就簡單好多啦。第四點咧就係讓習慣令人滿足，用視覺嘅成果、寫日記、社交支持同埋一啲嘅小獎勵去強化你嘅習慣。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由一啲微習慣開始，慢慢去累積，逐步咁樣打造屬於你自己嘅一個簡約生活空間。記住唔使急嘅。只要堅持落去咧，你就一定會見到一個令你驚喜嘅成果啊！咁如果你覺得今次嘅分享有用嘅話咧，都記得幫我 like 咗條片，訂閱我個頻道，同埋分享埋俾你嘅朋友仔。仲有可以留言話俾我知你遇到嘅斷捨離挑戰啦，或者你係點樣去打造一啲簡約生活㗎？我哋一齊加油啦！唔知你有冇試過遇到以下嘅狀況呢？買咗一件自己好似唔係幾着得到嘅衫翻嚟喎，咁但係咧就同自己講，只要我瘦咗咧就可以着到噶啦。咁呢件衫咧都會成為我減肥嘅原動力嘅。咁但係當你仔細咁諗一諗，其實你有冇喺呢個消費入面有一啲實際嘅得益咧？咁近年嚟咧，極簡主義或者斷捨離嘅議題咧，都越嚟越受到關注啊！咁網絡上咧都好多人提倡話要關注自己真正需要啲乜嘢，唔好盲目跟風，唔好追隨潮流，唔好令自己俾慾望去淹沒啊！咁今日咧，我就想同你哋介紹一本書，叫做《不消費的一年》。一聽到書名，唔知你會唔會覺得好有趣咧？我哋真係可以成年都唔消費、唔亂使錢咩？咁如果你問作者阿 Kate 嘅話咧，佢就會話俾你聽係可以嘅，只要你扭轉翻原有嘅觀念同埋堅持落去嘅話咧，你就可以做到。咧以前都係一個購物狂嚟㗎，仲孭住好多卡數喺身添。佢嘅財政狀況咧可以話係經常都喺危機嘅邊緣啊。咁透過呢個簡單嘅方法咧，佢就重新掌握翻佢自己人生嘅主導權。咁經過呢一個不消費嘅實驗之後咧，雖然咧佢嘅人生冇一啲好神奇嘅大翻轉，咁但係呢一路上嘅經驗咧，就令佢更加了解自己，知道點樣嘅生活咧係佢自己真正想要嘅，有啲乜嘢係值得珍惜，同埋有邊啲嘢係需要斷捨離。咁最重要嘅咧就係佢抽咗個身出嚟，跳出咗物質嘅框框，去重新審視翻自己咧，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咁呢一個咧先至係佢最大嘅收穫啊！咁又問下你啦，你覺得點樣先至算係一個購物狂咧？又或者你覺唔覺得自己係一個購物狂咧？到底要瘋狂購物去到咩地步先至算係一個購物狂咧？咁可能好多人嘅想象中咧，購物狂都係成手拎滿晒啲購物袋，入面裝滿晒各式各樣嘅新衫啊、新袋啊、新鞋等等。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啲咁刻板嘅印象咧，令到好多人咧成為咗購物狂，但係自己都冇為意啊。咁好多人咧成日都會用信用卡嚟吃喝玩樂啦。咁就算咧佢嘅消費已經超出咗佢可以負擔到嘅範圍咧，佢都仲覺得係冇咩問題。佢哋會諗，反正都係碌卡啫，碌完卡仲有分儲啊。咁到時候找唔到數，咪分期付款咯。又或者會覺得我只不過都係碌下卡去食飯啊、飲下嘢，同朋友行街買少少嘢啫嘛，唔算係瘋狂購物啦，係嘛？咁但係咧，當我哋明知呢一個消費行為已經係超出咗我哋能力範圍以外，但係又唔想停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已經陷入咗過度消費嘅情況啊！咁你咧其實都可以撳停呢條片諗一諗啦。你每次碌卡嘅時候，你嘅消費目的係啲咩咧？係因為一時嘅快樂，定係因為人哋有所以你都要有？抑或根本只係下意識去用消費嚟緩解你嘅壓力咧？咁當你真係將呢啲嘢帶咗翻屋企嘅時候，係咪又俾你隨手去擺咗喺一啲唔知咩嘅地方，久而久之就忘記咗佢嘅存在咧？咁作者咧就喺書入面提到啦，佢瘋狂消費嘅嗰段時間咧，喺大多數嘅情況底下，佢根本唔知道自己係為咗乜嘢而消費嘅。咁但係咧就陷入咗負債，同埋佢屋企入面咧永遠都係亂糟糟噶。咁佢就話啦，負債同埋屋企亂糟糟咧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咁就係咧一旦開始咗堆積咧，就會越堆越高，擋住咗自己嘅去路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做嘅就係，當我哋意識到個問題係存在嘅時候咧，就要即刻去改變，唔好再諗住得閒先至執房啦，或者還住免 pay 先啦，之後有錢先一次過找咗條數啦。咁我哋咧就唔好再用呢啲藉口去呃自己。我哋為咗自己咧，需要嘅咧就係即刻行動，唔好再拖延，唔好等下次有時間先至做。咁當然啦，真係比較起上嚟咧，
其實唔買新嘢呢件事咧都未係最難啊，最困難嘅咧其實就係點樣去面對，或者可以講係減低自己衝動購物嗰股慾望啊。咁衝動購物呢件事咧就好似一隻魔鬼咁樣啦，經常喺我哋耳邊吱吱浸吱吱浸，咁去引誘我哋，叫我哋快啲買啦，唔買好可惜會走寶㗎。咁作者咧就喺書入面提供咗一個方法啦，咁就係咧我哋可以用一條又一條嘅問題咧，去令自己反思下呢一個購物嘅行為係咪真係需要啦。咁首先咧，你就可以問下自己，我係咪真係需要呢一樣嘢咧？咁如果你認為係嘅話咧，咁你就再質疑一下自己係咪真㗎？咁如果個答案依然係嘅話咧，咁就繼續問，其實我係咪由之前咧就已經需要呢一樣嘢咧？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可以再等30日啦。咁之後咧就再睇下係咪真係仲係需要。如果等咗30日之後，你嘅答案依然都係嘅話咧，咁就問下自己呢樣嘢可唔可以租或者借啦？咁如果可以租嘅話咧，就租住嚟用咗試下先。如果冇得借或者租嘅話咧，就問自己最後一個問題啦。而家嘅我係咪真係想要咧？咁如果你依然係答自己想要，咁你就買啦。咁當你咧學識咗將啲錢咧花喺刀口上面，精準咁樣去購買咧，咁你就會發現自己越嚟越接近理性消費啊！咁當初咧，作者係發現自己完全儲唔到錢，屋企又越嚟越亂，買嘅嘢又經常揾唔到。於是咧，先至決定要改變嘅。當佢進行咗呢一個不消費1年嘅計劃之後咧，佢改善咗自己嘅財務狀況啦，同埋生活嘅狀態。咁當然啦，喺呢1年嘅當中咧，佢都唔係完全咩都唔買嘅，咁而係根據自己嘅狀況咧，去制定咗一啲購物嘅限制，避免自己咧俾購物慾去掌控啊。咁例如啦，佢依然咧係可以出外去旅遊嘅，咁但係咧一啲生活上嘅小確幸咧，佢就限制住自己啦。譬如咧就唔俾自己去 cafe 嗰度買咖啡，咁又或者咧係啲護膚品咧要用晒咧先至可以買新嘅，唔可以斷貨，同埋咧就限制住自己唔買一啲喺圖書館借得到嘅書啊。咁我哋咧可能好難去抵抗一啲外在嘅誘惑啦，但係我哋咧就可以改變自己面對一啲唔同嘅事情、物品或者係對自己嘅態度啊。咁你可以問下自己，你覺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咧？呢個問題咧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咧有時候過度嘅消費咧係我哋自己唔知自己需要啲咩，又或者係崇拜咗一啲明星，佢做啲咩我都想跟住做，咁但係咧就冇回頭諗一諗自己係咪真正想要呢啲嘢。咁我哋咧其實可能永遠咧都冇辦法去做到自己理想中嘅狀態啦。咁但係我哋要做嘅咧就係接受自己而家嘅狀態，去擁抱現在嘅自己啊。咁每次想買嘢嘅時候咧，都問一問自己，呢啲嘢係買俾邊個嘅咧？係買俾而家嘅自己啊，定係理想中嘅自己啊？咁呢個問題咧，就可能可以幫你買少一件你永遠都着唔落嘅衫，又或者係一啲好睇唔好食嘅嘢啊。咁作者嘅不消費實驗咧，就證明咗一件事：慾望越少，花費就越少，所需要用嘅金錢都越嚟越少。咁雖然呢啲都係老生常談啦，咁一向都話㗎啦，其實財富自由嘅關鍵咧就唔在於你賺到幾多錢，而係咧你到底需要幾多錢先至過到你想要嘅生活啊。咁其實咧好多人只係需要一啲好簡單嘅嘢咧，就過到佢自己理想中嘅生活㗎啦。作者就話啦，唔消費嘅結果咧係令佢揾翻人生嘅主導權啊，咁甚至乎咧係揾翻真正嘅自己，咁嗰種感覺咧係令到佢成個人生嘅面貌都唔同晒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會同你哋分享一下呢個不消費實驗嘅一個入門指南，睇下點樣去執行呢一個實驗。如果咧你想同嗰個唔知點解成日都好想買嘢嘅自己講拜拜嘅話咧，咁你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咁書入面咧，其實就有10個步驟嘅，咁但係咧，我喺呢度咧就同你哋精選咗我覺得最緊要嘅步驟出嚟，幫你哋濃縮成為5個步驟嘅。第一步咧，其實就係同你屋企入面多餘嘅物品去 say goodbye， 咁亦都即係咧極簡入面成日都講嘅斷捨離啊。咁首先咧，你就要整理一下你屋企入面嘅環境啦，掉咗一啲你生活上根本用唔到嘅嘢。咁你未必咧可以第一時間咧就同所有唔要嘅物品講拜拜嘅，咁但係咧至少咧你都會了解到你自己到底有幾多件物品，認清楚以前浪費咗幾多嘅錢，從而咧去鼓勵自己減少或者係唔消費啊。咁第二步咧就係製作一個物品嘅庫存清單。點解要咁做咧？其實咧就係要你認真咁點算一下自己擁有嘅大部分物品，好似啲商鋪每年做盤點咁樣啊。咁作者咧其實佢係精準到咧連自己有幾多支筆都知道㗎。
你就可以唔使做到好似佢咁極端嘅，咁你咧盡量記低一啲常用嘅物品嘅數量咧就 OK 啦。例如咧洗手間入面咧有幾多嘅洗頭水啊、沐浴露等等啦，又或者係廚房入面有幾多個垃圾袋、啲調味料用完未等等嘅，咁盡量咧就記低晒呢啲庫存量啦，到你用完嘅時候先至再買，就唔需要囤貨嘅。第三步咧就係列出3種嘅清單啦。咁第一樣咧就係必需品，第二樣咧就係非必需品，同埋第三樣咧就係仲可以購買嘅物品。咁完成咗前面2個步驟之後咧，其實你好大機會咧就會發現到屋企入面嘅嘢咧都已經夠你用㗎啦。但係有啲嘢咧喺執行不消費計劃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有需要購買嘅。咁你就可以依照呢3個清單去定義返邊啲可以買，邊啲唔可以買。咁第4步咧就係取消晒你之前訂閱嘅優惠電子報啊！我自己咧就覺得呢一步幾重要嘅，因為咧你就可以斷絕到自己收到啲寄嚟嘅優惠券啊，或者係生日優惠券嘅可能性。咁呢啲嘢咧其實就會觸發你嘅購物慾望啦，甚至乎可以嘅話咧就最好取消埋咧你喺社交媒體上面追蹤嘅一啲商店賬戶啊，咁就眼不見為淨。第5步咧就係擺脫亂使錢嘅習慣啦，揾一啲唔需要使錢嘅方式咧去完成你想做嘅事啊。好多時咧初期最痛苦、最難適應嘅咧就係好多時咧你慣咗用錢嚟舒壓啦，咁點樣先至可以用少啲錢或者唔用錢去完成到呢件事？咁你咧就可以留意下自己內心，當購物慾爆發嘅時候，你諗一諗嗰日係發生咗啲咩事，自己有啲咩感覺令你咁想去使錢，揾到問題嘅源頭咧，你先至有可能解決到個問題啊。咁其次咧就係要揾到一個唔使錢嘅替代方案啦。咁當你同朋友約出嚟嘅時候咧，可能會因為面子而唔敢同佢講話，我唔想食咁貴啊，或者係我唔想食飯唱 K 飲嘢直落啊。咁但係咧，根據作者嘅經驗啦，如果你同其他人咧去提出一啲唔使錢或者係比較慳錢嘅替代方案咧，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好樂意咁樣做噶。咁尤其是而家咁嘅經濟環境底下啦，其實咧你就可以選擇同朋友去行下山啊，或者係買啲嘢返屋企自己煮嘢食啊、打邊爐等等咧，咁其實一樣都可以聚埋一齊傾下偈，咁同樣都係咁開心嘅，仲有機會可以健康一啲添啊！咁當你咧真係進行咗呢個不消費嘅計劃1年之後咧，你應該會開始對你生活中擁有嘅一切咧都會有啲感激嘅心啦，因為咧你擁有嘅每一件嘢咧都會提醒住你，你已經學識咗唔需要過度去執着一啲物質嘅需求啊！咁呢一個計劃咧帶到俾你嘅咧就係令你可以有機會問下自己，你真正想要嘅係啲乜嘢，同嗰個會衝動購物嘅自己講拜拜，咁成為一個真正嘅理性消費者啊！如果咧你曾經冇辦法控制你購物嘅慾望咧，咁起因咧通常都係你生活中欠缺咗某啲嘢。咁但係我哋都要知道啦，其實無論你食啲咩、買啲咩、做啲咩都好啦，咁咧其實都解決唔到最基本嘅問題嘅。要解決問題咧，唯一嘅方法就係你問清楚自己，你到底係需要啲乜嘢。咁如果咧你而家正係有一啲財務嘅問題，或者喺過度消費嘅慾望度掙扎緊咧，咁甚至乎係你覺得生活唔太順利嘅話，咁我都希望咧呢本書係可以幫到你，用唔同嘅方法去過更好嘅生活。如果你都鍾意呢段片，或者你睇完有啲咩諗法嘅話咧，都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又或者你覺得佢都幾有用嘅咧，咁就記得分享埋俾你朋友仔啦。今日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星期2再見啦，拜拜。